嘉义县的动物收容所因为是铁厝起的，所以这收容的数量甲空间拢真不足。为着要照顾这的动物，提供好的环境互伊，互收容所是定期将做有生命教育、专业诊疗、适时收容甲责任减断的多功能动物教育园区。嘉义县伫2016年捌发生伫文山过程乱死收容动物的代志，后来嘉义县政府争取着农委会补助，经过7届流标甲2年时间，这站总算启用全新的动物保护教育园区。大家也会知道有这个地方之后，也会可能开始去关注更多相关原来可能觉得不是太在乎，或是可能会忽视的动保的一些议题。里面的灯光看起来都设计过是使用像是黄光的部分，就对于白光的话，可能对动物的紧迫程度不会那么高很多。我自己看起来觉得都还设计的都蛮好的。过去这间动物收容所只是粪扫掩埋场附近一间铁厝，只有50平方公尺。即马新启用的动物保护园区有2300多平方公尺，会当收容210只的动物。因为我们以前是用铁皮屋来收容那些浪犬，所以那时候只能提供收容的服务。那我们改建后的多功能教育园区，是它有节能减碳、舒适收容，还有专业医疗，那另外还有教育的这个4大主题这样子。家畜所嘛安排兽医医疗团进驻，动物会当受到照顾，嘛有规划完整的医疗空间。嘉义县政府嘛表示，未来会成立宠物管理科，负责嘉义县宠物未出世到死亡各阶段的照顾，希望落实动物保护的工作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